大家好，我係全港學界公民教育專員選拔賽嘅100強學生。喺咁多精彩嘅培訓當中，我最難忘嘅係 TVB 嘅新聞及資訊部媒體素養培訓。嚟到 TVB 電視城，我哋不單止有機會可以參加 TVB 新聞及資訊部嘅辦公室、廠房同埋控制室之外，我哋更加有機會可以同真正嘅主播哥哥姐姐見面交流添。呢啲都係好難得嘅機會，我亦都係從中學習到好多有關新聞嘅知識，例如點樣去分辨新聞嘅真假，或者係選取新聞嘅要點。喺呢短短嘅2個月當中，我有好多寶貴嘅經歷同埋難得嘅學習機會。例如我可以嘗試一下聞下仿製嘅毒品，或者去金管局參觀，呢啲都擴闊咗我嘅視野。同時間，我亦都喺培訓當中明白到公民教育專員嘅責任。我承諾之後會擔起呢一份重任，向外界宣揚公民教育。多謝大家。